讲一嘴思念的茶，绘一片故乡的画，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创故故甲古槌好朋友，双双不时对做伙，卡手拢总来，咚咚咚，咚咚咚，有时起，有时落。看阮一点功夫，甲讲落去，鼓声响连天，鼓槌跳慢步，陪我运动，看我遐尔厉害。世界顶风神，有我自信的舞台。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77集。欣赏的是伫咱即届甲海洋台语文学杂志联合举办的台语新诗评选活动，各中各小组得到优选的作品，是咱台南市新市国小杨宗奇小朋友所写的《创故》。选入去，咱邀请杨宗奇小朋友来跟咱分享伊创作这首诗的缘由甲背景。创故这首诗，其实嘛是我的生活经验。我学创鼓已经好几年了，也觉得学创鼓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一直以来，鼓和鼓棒是我默契十足的好朋友。每次上课，鼓棒紧紧握在我的手里，有时候举起来，有时候放下，咚咚咚，咚咚咚。有时候会重重的打，有时候还会轻轻的敲。右左左1 2 3 4，右左左1 2 3 4，双右左双右左1 2 3 4，双右左右左右。大胆的挥起手臂，有节奏的甲讲落去。看我使出浑身解数，不断的练习。虽然手起了水泡，还磨破了皮，也永远不离不弃，才能打击出响亮的鼓声。每次打鼓时，手会不停的挥舞，脚甲身躯嘛会对摇啊摇，跳啊跳。那上咧教我跳慢步，好像在陪我一起做全身运动。看我们一起打鼓的鼓员们，在打鼓的时候展现的自信是多么的威风又漂亮。一开始我要写这首诗，我先用半华语、半台语把我的想法写下来，在老师的引导下和爸爸妈妈的鼓励，让我有这次难得的机会，用台语写出一首属于自己的诗。我要谢谢我们学校的母语老师，伊平常时教我念台语诗，让我感觉很趣味。也要感谢我所有鼓励我的老师和我的爸爸妈妈。
顺利去，咱邀请这届评审委员刘惠强老师来为咱做一个讲评。咱来讲这首创鼓创鼓，这创鼓吼，会使讲伫咱生活当中吼，这种有那种打击吼，有迄个打击的那种气氛。咱来想着讲，咱较早拿咧战争的时阵，拢有迄个擂鼓吼，擂鼓响连天吼，爱提高士气吼，会互咱的精神安尼。足真诶，吼，安尼怎安尼迄个气氛吼，都安尼压起来，安尼足有精神吼。这首诗吼，咧写诶时阵吼，安尼整个吼，伊有即个气氛，就是安那有表现着囡仔吼，伊咧即个创鼓，伊咧打击吼，因为即个鼓吼是用迄个鼓槌吼，含鼓安尼互相的打击。安尼打击诶时阵吼，这擂鼓吼。足特别的，就是伊这鼓含鼓槌吼，它的节奏，这首诗内底伊足有迄个童趣的，就是足深色的，伊就是甲这个鼓含鼓槌，咚咚咚咚咚吼，用伊这个囡仔诗内底，伊就足有画面的，尤其吼伊甲这个鼓含鼓槌，诚做好朋友呢。因安那，咱若好朋友安尼相对对，因讲。伊就会感觉讲有那个画面，有迄个画面来讲，鼓含鼓槌是好朋友，相不是会对做伙，上介重要的吼，即个囡仔咧写讲，伊咧擂鼓吼，咱打鼓，咱会当讲讲鼓，个有擂鼓吼，个有击吼打击吼，安尼击出声音的时阵，伊个骹手拢总来，迄阵会用咧甲想讲，变啊骹手拢总来，有影呢。因为吼，阮新竹国小有创鼓吼，囡仔咧擂鼓吼，咧讲鼓的时阵吼，手啦、骹吼，迄个动作吼，爱做伙咧，安尼身躯会软摇吼，软摇，所以伊咧甲迄个鼓安尼甲讲落去的时阵吼，鼓声咧响连天的时阵，迄个囡仔吼，伊咧形容讲吼，鼓腿伫迄个鼓的鼓面的顶面咧跳慢步这真正吼，敢若看到迄个文字吼，咱就有看到吼，迄个囡仔伊伫即个享受着咧讲鼓的时阵，迄个气氛上介重要的是，伊伫遮有找着自信，对，伊就是讲世界咧巅峰神就是安那，伊咧照着迄个咧讲鼓咧擂鼓的时阵，囡仔伊毋但有运动伊阁有找着自信的舞台，所以伫这首诗内底吼，咱会当感受着囡仔伊。用着足欢喜、足快乐的心情，伫咧写这首伊普通时擂鼓的这个心情，所以这就是囡仔伊咧写台语诗，表达了伊的心声。那你这个台语的用字咱咧讲鼓那个鼓槌咱就爱念鼓槌槌就是一个木字旁，然后还有追逐的追就是这个槌，像咧讲槌啊还有踢腿啊咱安尼闽南讲这箍安尼推这里嘛拢用这因为这个鼓槌跟锤啊是无同锤啊咱咧拍曲棍球啦，还是打那个撞球伊个球锤它是比较长伊较长所以伊爱用锤的球锤球锤字就是竹字旁底面是竹字来底面就是垂下来的锤这里鼓槌跟鼓槌是无同伫遮特别爱来说明一下。鼓声响连天，鼓槌跳慢步，陪我运动，看我啥尔厉害，世界巅峰神，有我自信的舞台。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杨宗奇小朋友写诗，刘惠强老师讲评，专门去电台制作，讲师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届再继续空中再会。